后来正段消息，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的大党鞭郭建明话讲要来发动大罢免，国民党准备要来反击。立委赖士报讲，国民党团已经决议要对民进党38席的区域立委展开着罢免反制。不过，郭建明罢免的军令，伫民进党内并无得到真侪支持，这嘛，互伊总调这个位置开始来动摇。所以郭建明这几天一直甲目标上准着韩国瑜，哪像要重新来建立伊党鞭的地位。你讲1个小时还没有充分讨论，要讲几个小时才有充分讨论。我尊重你，你不尊重我就不。去到地军头部转倒啊，郭建明满腹的怒火，脚要你听咧，竟去到主席台前，韩国瑜要你讲话，伊卖骨甲调过来。再次谢谢内政。有问题不能要回答，那有让官员先走了。不是基于好意，我怕官员。不用啦，我要去拍主席的桌子。转倒啊，肩背卖骨，郭建明就是要加韩国瑜金条咧。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有无异议？议会才开始尔，就找韩国瑜左右手就万来一个嘴，安尼讲袂煞。国民党讲，伊的动作遮济，恐惊是强要失去万年总调的宝座啊！我们党团已经决定了啦，他们全面罢，我们也全面罢了，不是罢4个，罢38个了。民进党席次一定掉的了，因为老百姓讨厌你这个执政党。国民党全面反击罢免战，估计头一批名单是因为泛蓝分裂胜出的台北市立委吴思瑶、吴派益，还有赢较无5000票的新北张宏禄，以及高雄市的黄捷，连原住民的立委吴丽华嘛被点名，因为那也认为讲，经过禁法补偿修法甲原会收容的争议，伊的基本盘已经无在啊。面对民意，大家都要谦卑，不应当用报复或者是以霸制霸这种心态来面对它。那郭建明呢，要有政委陈时中嘛发大罢免。干政务委员的陈时中可以搞大罢免了，昨天他不回应不处理，我们就会反映在预算提案上。面对罢免战，若要前后的夹攻，即嘛就看民进党是要卡炉收兵，还是要拼一口气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